中发展部新票就是介鸟片行业政府，佢专门用某种嘅数字么韩国单个来创造。数字么经过风吹日晒，看起来很难数，很难就生命力。所以政府除了木体嘅部分为睇过后，数字么呈现出来嘅线条，又自然又冇听意见。佢详细观察数字么嘅戲创作出嚟，展示更容易韩国5米等内嘅作品。强强为木体，某种嘅数字么就嚟新生命，也深到自家人生嘅性价值。这件作品的名称叫做出头啊，出头啊，因为这只鸟鼠为旁走出来啊，吼，头走出来，叫做出头啊，出头天啊，出头天啊。细细嘅工作室扮演作品，特显都当有意思。步步高升，有才阁有丁。所以讲这真年过年足好。因为系啊，茶吼，咱若听声音就是茶，就是财的啦，有财，这丁啊，有才阁有丁，阁步步高升。某种嘅数字么，一般同拿来铺路，某处系拿来做生意嘅不摆。不过铁通艺术家政府特别介意世界啲数字么后留下来嘅选择，而让木体嘅部分动体过后，就算係一件艺术品。这个就是孙悟空，吼，这就是唐三藏。当初是要创作的时阵啊，吼，我就感觉伊这件衫啊，吼，来创作一件唐三藏是足水的。因为伊这件衫的线条吼，拢足自然的。到木体嘅部分物体，经过风吹日晒，数字么呈现出这样嘅线条。这个船木啊，吼，柴拢无利用啊，这个拢用水泥的，这拢早期的，拢历史时代到即阵，咱台湾早期啊，吼，的鸡柳茶。乌心石、高山啊，因为这种的茶吼，是咱台湾啊吼上界定的定茶。因为几个阿爸伫阿里山做事，中风强势伫铁基路顺太野，对老铁基路有关嘅部分特别有感情。阮就住伫阿里山啊，招聘车站的旁边，逐工一工到暗就是伫铁基路咧撞的，所以我对这个火车啊吼特别足介意。北方调研中风挖界世界各国蒸汽火柴优化，都经验挖了50部。咱德国的蒸汽老火车啊，吼，伊的配件就有够多，你敢捌看到迄蒸汽老火车是参盘的？你有去研究啊？伊这德国啊，吼，蒸汽老火车，伊这有编号，伊这是5280292。徐州国海岛快办事，三入赛季规划过后，以报每去到南票茶厂，以此对艺术投入线条嘅政府，不但挖山水法，有一摆机会接触到数字么，又发现其汉世世界对铁记录嘅记忆。车屯高峡后壁拄啊做风台放山。放山就怪手里啊，咔一寡火船母起来，我就去看去刻，刻上来这火船母来创作作品嘛，真好啊。某个雕塑嘅机，自家戏名，建造嘅欢喜。也看作连完毕时，拿嚟名牌包嘅宋家嘅社妹，就系几个提议看作品。我迄句刚创作出来的时阵的作品啊，吼，跟创作出来拢人随买去。有时阵我感觉讲，都不怎么样咧，人哪会介意？互我上大的鼓励，互我上大的信心。看住某种嘅数字么变做乜嘅戲，嗰批人大哥做出某提議看嘅作品，種風格作品風格唔係當真實，為了了想象來本看嘅人。伊這件衫啊，吼，線條足水嘅，吼，做成穿一正服嘅，吼，這件作品啊，我會來創作一件迄個戰術系列。老師，你用是看伊嘅形體啊，紋路啊，再去決定的。對。木體嘅東西也變得出新奇嘅作品，安全向嘅能量，中法藝展和當當搶中風氣展覽。看起來是很粗犷，可是其實你認真的去
欣赏老师的作品的话，你会发现他其实在粗犷当中，他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上色，然后整体木材本身的那个形状，去拼凑出他所想要表达的这些意涵在里面。简单的线条配合丰富亮色，看起来加动生发，又保留了天然的风味。它也不是说做非常精美的彩绘，可是却能够传达出一种很特殊的味道，与众不同。我感觉讲这就是人怀意的物件，咱个有法度来创作起来吼。我感觉讲这是一项足快乐的物件。本地这参乡茶人都不爱乡的物件，咱有法度来创作一件作品出来。佢自家讲，佢也是溜溜飘飘，那某种嘅数字么创作过后，也就牵到生命嘅重新拉价值。天生我出比注重，政府以强老佢自家嘅意识反映到创作某种嘅数字么好，每体嘅数字么，各己嘅手用嚟生命，出墙佢嘅生命也得到新鲜。